议员蔡小伟伫中日顺讲到有关国家赔偿案件，台南去年37件已经是落到第2，一直到今年3月，竟累积到45件，总赔偿到450万。议员除了表达痛心，嘛进一步要求市府跨局处检讨，唔是赔钱就无代志，一定要弥补公共设施部分的失职甲管理不当。就国赔的案件其实已经其次在法制了啦，法制是负责国赔的部分啦，但是国赔的案件拢总安尼，去年规档就赔要450万啦吼，针对这样的450万，市长是不是可以来说明一下？这个金额不是赔了就没事呢？你刚才450万有偌济？就算45万，我都觉得很严重。没错，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，除了赔偿完了以后，后续的动作是什么？自己市府内部每一个局处有没有自我检讨，想出策略来？市长您请先做啦哈。一件事回答议员就好，就是这450万，这45件都是表示我们对于公共设施或公务人员，因为不只是公务设施，有时候公务员执行公务，这个致人民的权益受损害也是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自我检讨反省。为什么？不要讲说什么过去留下来，也不要讲说什么这个工程已经多久了，但是反正就是造成民众权益的损害，这是我们要检讨的。议员强调，各局处长就是伫公门好修行，期待黄伟贴第2任的小瑞哥一定爱以市民优先，唔通只讲好听话，要将真实状况反映给市长。伫中日顺嘛要求市长对家己团队拍分数。目前为止很不错的评价，然后我自己还是要努力，因为你可以知道，从去年11月26号选完到现在，一路都是踉踉跄跄啊，先有治安事件88枪，又有一些所谓的环保事件，又有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都应该自我省视、自我反省、自我检视来检讨。伫黄伟贴第2任小瑞哥的检讨声中，议员嘛因为社区场地工程延误，加上选手流失，并无人代表台南参赛，具体点名体育处长并无责任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。